利用语音助理来查成语典故啊。请查成语正哥带蛋。以下是我在网络上搜寻到的结果。金门823炮战期间，真的是有类似这种，阿兵哥有这种心情，有这种情形。后来那个举光楼那边，还有什么大石头旁边大石头嘛，写正哥带蛋嘛，还是金门的，哪个地方啊？大石头写正哥带蛋，无望再举嘞。知道它的典故到底是跟哪个历史人物有关系的？哦，主题跟刘琨啊，主题闻鸡起舞啊，那刘琨正哥带蛋呢，还是两个都是啊？闻鸡起舞是那个主题的，起来舞剑呢，不是跳舞呢。那个我听到鸡叫声就起来舞剑练舞了，那是那个大军人的，你看主题的祖先的祖，祖冲之的祖。那刘琨呢，姓刘的哦。刘琨他是正哥带蛋呢。古代的戈就是那个有棍子、有刀、有刀刃，长长的，他就放在头下当枕头。正哥带蛋，正着武器睡觉，等待天明，警惕性极高了哦，随时准备打击敌人，用来比喻杀敌报国的急切心情。闻鸡起舞是用比喻立志为国出力的人爱国热情和行动。